腎結石係指喺腎臟內形成嘅結石。腎石喺香港好普遍，最常見於30歲至40歲嘅男士。男女發病嘅比例大約係3:1。腎石喺早期可能完全冇症狀，部分患者只係喺進行 X 光或者超聲波檢查嗰陣無意中發現。另一部分患者就好似冼先生咁，直至突然出現腎絞痛嗰陣先至得知。我同個朋友飲茶，飲下個小掩後背痛啊，咁啊翻屋企坐幾個鐘頭，頂唔順啦。咁啊話俾個醫生聽，呢度後邊痛，個醫生睇都唔使睇，話腎石啊，刺痛咯，喺呢度後背底啊。腎石即係尿結石，主要係尿液入面嘅化學物質濃度過高，唔能夠溶解，於是形成晶體。常見嘅腎石有4種，分別係草酸鈣結石、磷酸鈣結石、尿酸結石以及胱氨酸石。咁咧腎咧其實就有一個身體裏面嘅過濾器啦。我哋用過嘅血咧會經過腎咧洗乾淨翻啲血。之後出翻嚟，我哋啲血可以循環再用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咧，平時我哋唔需要嘅廢物啊、水啊，就會經過呢個過濾器咧，集中咗喺個腎盞裏邊，之後去到腎盂呢個位置，之後經過輸尿管咧，運送我哋嘅小便咧入翻去呢個膀胱。咁所以我哋講緊咧，平時我哋呢個腎就係愛嚟製造小便嘅。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假如即係一啲香港人可能飲水習慣唔好啦，飲唔夠水啦，呢度嘅小便嘅濃度咧提升咗之後咧，佢就有機會結晶體，咁由晶體慢慢結成一個腎結石。根據位置，腎石可以分為輸尿管石、膀胱石、尿道石同腎石等。一般石仔超過5毫米以上就容易出現併發症。石仔可能刮損咗嗰個腎盞或者腎盂嘅地方咧，佢會出血尿。如果粒結石咧，可能由個腎裏邊脫離咗出嚟，跟住小便跌咗落輸尿管咧，就會有腎絞痛啦。痛嘅程度係可以去到10級嘅，即係等於一位女士咧生小朋友嗰個痛楚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比較急性嘅問題嚟嘅，甚至可能一路作嘔啦。咁直至嗰個腎絞痛停止咧，先至可以做下一步嘅檢查。醫生表示，如果腎石冇造成阻塞，一般情況之下唔會影響腎功能同排尿，但係就千萬唔好忽視問題，因為當腎臟積滿腎石，會逐步令腎臟失去功能，嚴重者更加要將腎臟切除。當出現腰痛、血尿等嘅情況嗰陣，就要即刻求診。早晨，先生，清楚。咁你話腰痛咧，腰痛個位置可唔可以講到係邊個位咧？呢個小掩嗰度。OK。經過檢查，原來冼先生當時腎石都比較大，已經9毫米。醫生建議做手術係最好嘅方法。呢一個咧就係冼生嘅電腦掃描啦。第一粒咧就係左邊輸尿管嗰度咧有粒白色嗰個點，就係結石啦。咁所以佢有呢個輸尿管石咧，就會所以阻腰痛啦。除咗呢粒輸尿管石之外咧，我哋仲有兩邊嘅腎石。咁呢兩點白點咧就係講緊有機會日後會跌出嚟嘅腎石，就有9毫米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大過5毫米咧，就應該要處理啦。如果唔係咧，萬一跌出嚟咧，佢就會塞住喺輸尿管。一啲細小嘅腎石可以透過多啲飲水或者進食藥物，令到輸尿管鬆弛，將腎石排出體外。通常我哋講緊喺5mm 以下嘅腎石咧，我哋有時都會問一問病人有冇症狀啊。如果個症狀係講緊好少甚至冇咧，我哋有時都會建議觀察嘅。因為有時我哋要平衡嗰個好處同壞處做一個手術。咁如果做完之後粒石可能碎唔到粒石之餘咧，可能會有併發症咧，我哋都會建議可能有時會食一啲所謂坊間叫消石素啦嚇。咁但係消石素其實好簡單，其實佢只不過係檸檬酸嚟嘅啫。咁啲研究咧發現咧，食多啲檸檬酸咧可以幫助小便裏邊嘅結石溶解嘅。
至於一啲比較大嘅腎石，難以透過進食藥物排出體外，就要透過手術治療去除。常見嘅腎石手術有3種，包括體外衝擊波碎石治療、輸尿管內窺鏡手術以及經皮腎穿刺手術，風險都各有唔同。最悠久嘅歷史嘅，我哋都有呢個體外碎石嘅。咁啊，體外衝擊波呢個碎石方法咧，就係病人需要有輕度嘅麻醉啦，瞓咗喺嗰個碎石機嗰度，咁嗰部機咧就會產生一個微爆炸，嗰個爆炸嘅衝擊波咧就會放射出嚟咧，我哋將嗰啲衝擊波集中粒石嗰度，咁粒石咧就會被震碎。咁希望咧就係震碎咗粒石之後咧，自己嘅小便可以將粒石排走。體外衝擊波碎石雖然係3種手術入面創傷性最低嘅治療方法，但係缺點係佢屬於比較間接嘅對付方法。如果石嘅構造比較硬或者太大，呢個方法都唔能夠一次過清除。如果一次過想清除晒咁多粒石咧，一個內窺鏡手術應該可以解決晒嘅。經過評估之後，醫生選擇幫冼先生做輸尿管內窺鏡手術。輸尿管內窺鏡手術即係利用可以彎曲嘅管線伸入尿道，利用管路前嘅激光粉碎結石。咁呢個內窺鏡嘅末端咧，就係嗰個鏡頭咧可以轉275度嘅。咁有呢個咁樣嘅靈活度咧，我哋先可以喺個腎裏邊咧周圍遊走啦，去到每一個角落咧都可以碎到石。做呢個手術之前咧，我哋需要有一個咁樣嘅輸尿管鞘啦嚇。呢個鞘咧就好似一個劍套咁樣樣，所以我哋叫鞘。咁中間咧會有一個通道嘅硬管咧，將個負壓鞘咧可以擺到由小便呢個屙尿出口經過麻醉之後咧入到去個腎裏邊。咁呢個負壓鞘嘅好處咧就係話，我哋講緊入到腎裏邊，我哋碎石嘅過程咧，我哋可以有呢個駁住一個 suction 啦嚇，呢個負壓嘅一個儀器咧，將嗰啲石咧可以一路碎石一路吸走嘅。咁而且咧，而家新式嘅一啲負壓鞘咧，係可以咧個頭嘅末端咧係可以轉彎嘅，去到腎裏邊咧就可以容易啲啦，去到每一個角落咧都將啲碎石吸走。冼先生表示，手術之後佢感覺唔到有副作用，而家已經可以如常做運動。事實上，腎石嘅成因有好多方面，可能係尿路阻塞或者感染、家族遺傳、受疾病同藥物嘅影響，亦有可能係同飲食習慣有關。就好似冼先生咁，佢自己認為以前係因為飲水唔夠多，水啊一般啦。都有5、6杯嘅，飲多啲水啦，得閒就飲水啦。腎石患者如果唔想持續復發，就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嘅飲食習慣，特別係要頻密飲水，以減少尿液中化學物質嘅濃度，並要盡量維持排尿量喺2.5公升以上。不過就唔好以茶代水，飲品越少雜質越好。咁預防嘅方法咧，我哋要飲每一日大概3公升嘅水啦嚇，大量嘅水可以沖淡小便嘅濃度啦，咁所以難啲結到晶體嘅。咁第二咧就係講緊要食得清淡啲啦，咁因為吸收太多鈉咧，嗰個鈣化嘅石咧都會容易啲結成嘅。咁但係第三就係我哋頭先講話檸檬酸可以幫助化石咧，就係話一啲生果其實都有好多檸檬酸嘅，譬如奇異果啦、橙啦。飲水嘅時候加幾片檸檬咧，都可以即係令到防止生石咯。